定拢来困我，对我头早落水好看，上帝就抓ยัง无体会，你是公义平安困我，ยัง最这是受尊重。第三节。公义的主受开的日，打败了王大胜利，伊要伫咧帮中心破，人是就变满，伊要打破对着头壳。伊啉路边地老溪水，头壳行怪受尊贵。第三节，搁一遍来，公义的主受开日子，打败了王大胜利，伊要伫咧帮中心破。了爱人天气就变满，伊要打破对着头壳，伊啉路边的老溪水，头壳行快实尊贵。来，咱过来看292首。29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咱入第1节、第4节就好。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救主耶稣是脚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的手是脚保护。我的真心做你下线，你大是阮亲手保护。第4节。但求救主常常照顾，小事诚实夫妻帮助，到尾卡赢，时时关心，真一世人地主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的手是脚保护。我的真心做你下线，你大是阮亲手保护。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我要全心感谢耶和华，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我要伫你的欢喜快乐。志愿的啊，我要学乐你的名。咱来用信息学乐，信息第38首，信息38首，上帝有对我主讲明，请咱起立来吟。继续徛地，做伙用使徒圣经来信仰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来到读启文19篇，启文19篇。咱三个来启言，来啊！咱就耶和华唱歌。叫咱的笑盘出欢喜的声，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山宽的山尖也属伫伊，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的手造成的。来啊，咱就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有赐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就唔通疑恁的心。咱同心来祈祷。
亲爱的主啊，感谢你为人类降生，真做以马内利的上帝，甲阮同在。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一个主日，求主鼓励阮爱带着信心甲盼望，听候主过来。求圣灵帮助阮学习，用坚定、相信来有备。欢迎主耶稣降临伫阮的生命中，互阮享受袂孤单、袂惊吓，会当和平、平安。虽然阮的生活中常常会遭遇着侪困境，总是阮犹原伫艰苦的生活中，要尊主最大。心存谦卑顺服的人，努力成做别人的祝福。感谢主牵阮的手，来帮助阮彼此扶持，互相安慰、成全。主啊，阮知影，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主啊，愿你的光照阮。互阮伫黑暗的世代、死人的生命中，因为你得到拯救，生命重新得到盼望。求你亲自实现你的应允，并帮助阮会当成做上水的见证，因为阮要互侪人拢会当经历到你的光明甲救恩。阮要伫这大共的节期中，预备阮家己虔诚、盼望的心，听候你的降临。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唱歌队今仔日要学落的诗歌是《请来阮期待耶稣》。
真实降临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伫咱生命关系中。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圣经以赛亚书37章14节到20节。以赛亚书37章14节到20节。咱掀开圣经也是周报后面有印，请咱做伙来看，我来公读。希西家对使者的手接着批读伊。希西家就上去耶和华的殿，将火摆伫耶和华的面前。希西家对耶和华祈祷讲：坐伫基路宾的中间，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独独你做天的万国的上帝，你捌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按耳孔来听，耶和华求你开目睭来看，就听西拿基立一切话。是差使者来武万因我上帝的。耶和华亚述这王果然互列国搭伊的地变做趴园，也将因的上帝ฮ็伫火里，因为因毋是上帝，是人的手所做的，是差的、少的，因就调袂因。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但求你救阮脱离伊的手。互天下万国拢知，独独你是耶和华。今日牧师要进度的题目是唯有你，咱时间交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独是圣经的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赎。今仔是阮要透过以赛亚书内面。记载伫希西家王你的祈祷，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当借着希西家王的祈祷，会当来认清、看明白主阮一生所要倚靠的，到底是一罪。阮所要倚靠的是阮的财政，是阮的势力，还是要倚靠耶和华？主恳求主，你互阮伫即个抬杠的节期。会当人反省家己的信仰，会当来思考，搁较明白主独独你是阮的倚靠，独独主你是阮的拯救。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真紧，日子过了真紧，顶主日才过了感恩节，连咪就要迎接圣诞。伫圣诞布置的过程，顶主日下晡，咱有做圣诞的布置。伫圣诞布置的过程，咱的心中渐渐其实，伫布置的时阵，咱的心中一定渐渐会有一寡变化发生。那布置，那伫挂遮的物件的时阵呢，就会想讲，圣诞节要到啊！耶稣基督要诞生啊，要来纪念这个日子。咱的愿望，咱内心的迄种愿望、迄种期待，就亲像咱大同节的即个节会，逐礼拜愈来愈光，迄个愿望也愈来愈大，最后会带领咱伫迄个主日圣诞的主日相拄，也带领咱甲耶稣基督相拄，亲像咱在面对要准备一个婚礼的时阵。咱明年初有一个婚礼，咱在准备婚礼的时阵，新郎新娘拢会真早就开始准备啊。等于准备的过程，在期待什么日子？就是期待典礼、结婚典礼迄天迄个日子。无说毋知影顶主日下晡圣诞布置，你有参与偌济？还是伫你的厝内也有一寡布置？兄弟姊妹，你敢有期待甲耶稣相拄？我想大家拢足期待，伫平常时就会当甲耶稣相拄。算是你敢有仰望基督，搁再临呢？你有仰望主基督，搁再临的迄天呢？因为主基督搁再临的迄天，就是审判的时阵，就是最后的时阵，
咱敢有期待？伫教会其实对，毋若是对顶礼拜，有诶团契真早就开始咧准备，已经准备迎接圣诞。所以对安尼来看，其实圣诞的这个节期，对咱教会的生活有真重要的意义。教会上重要的节期就是有三个啦，就是圣诞、国外节，啊，阁有一个大家较无熟的圣神降临节。圣灵降临节是我们比较相对于圣诞节、复活节，我们相对于在圣灵降临节这一个节期，其实是教会的生日，但是我们却好像，按照传统来看，我们好像不是那么的看重。圣诞节期是对抬杠开始，圣诞的节期对抬杠开始的对今仔日是抬杠第一主日，但年的教会节期就是对抬杠第一节期。第一主日开始，直到明年的1月6号主显节来结束。既然是过节，就一定有纪念这个节期的起源头，也甲这个节期以存在的意义，咱一定会注重遮的。最近咱所读的以赛亚书的时代背景，甲耶稣基督降生迄当阵的时代背景真相像。拢是上帝子民当在面对因的信仰要做一个选择的时阵，不论是耶稣的诞生，还是先知以赛亚的迄个时代，对遮个时代背景的研究，会当帮助咱理解迄个时代的人类到底是安怎会产生即种的行为，会当帮助咱理解先知以赛亚伊所面对迄当阵的困境。会当帮助咱体会上帝藉着伊所发出的遐个语言是偌尔啊叮当，上时啊充满偌尔大的愿望。今仔日的经文是当时以赛亚先知在服侍的时阵，一位犹大君王希西家耶和华上帝祈祷。咱若无去了解当时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可能这段经文希西家的祈祷，咱就安尼。看过，安尼看过去就过去啊，无啥物特别的感触。咱就无法度，咱若无法度无去了解迄当阵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就绝对无法度体会希西家王的这段祈祷是偌尔啊重要。伊是有偌大的决心，才会当做出这种的祈祷。咱若无去了解当时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就无法度体会希西家王的祈祷是偌尔啊迫切。当时的犹大发生什么代志？当时的犹大当在面对亚述这个国家亚述帝国的攻击。亚述伫倒位？亚述伫当时是它是两河流域新兴的国家。如果我们把这个场景看成这个地图，看塞树牧师所徛这个位置，好，假设牧师站的这个位置是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所在，那按着你们的方向，两河流域就是在那一边。好，两河流域就在那一边。好，内陆的地方，两河流域这样过来，那我旁边这边就是地中海。好，这个按照你们的方向来看是这个样子的位置。亚述它在两河流域发迹，然后呢，一路从内陆一路打，它不是直接这样过来，因为这边还有一些地形的拦阻，它往上面打。他要打到地中海，好，他要取得沿海的城市，他一路这样打过来，然后再从上面要打下来，要打到南国犹大，他已经把北国消灭掉了。亚述就安尼一直为内陆安尼伊的势力一直拖到地中海，然后呢走一路走侪国家甲城市。因会安尼为内面安尼一路安尼拍过来，就知影讲因的军队是偌尔啊强国密。伫即个中间无有一个国家，无有一个城市有法度将因安尼挡掉的。论到战争，其实所有的国家拢共款啦，因的策略拢差不多。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军人军队，因的军队嘛是人啊，吼，啊每一个人的性命拢真重要。所以无到伫最后吼，通常都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拢袂凊彩安尼出手的，都怎么样呢？
亲像咱即摆看中国对台湾的策略，他们透过新战喊话，透过新战的这个作战战略，常常通过外交、经济等等的手段来动摇咱对咱国家的信心，也通过一些军机啊、飞机啊、一些战机，还有军舰，一直咧频频越过台海中线，一直来动摇咱，来消耗我们备战的战力。啊，即马这个时代，佫有啥物网军啊？电脑那种网军啊、手机啊那种讯息，网军也很厉害，透过庞大的网军，想要来分化我们，动摇咱彼此的结连，互咱家己内无得乱。咱若是拍球什物比赛的时阵就知影，咱内部家己的队员在乱的时阵别人只要维持平常心就可以赢了。谁先乱，谁先失误，谁会输的那个比例就很高。所以因着透过很多的策略，互咱家己台湾人家己乱，家己若乱，他们就可以不战而胜。亚述伫迄当阵嘛是共款，因发动战争一路安尼对内面安尼一路走灭，为遮走灭，抢夺占领侪国家城市。即时到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的地理位置真特别，伊是徛伫山区的高地上悬的迄个所在。耶路撒冷的海拔有760公尺，牧师查一下，就是跟我们七星山登山口的冷水坑的海拔差不多。咱来想象一下，亚述的军队他已经驻扎在，他已经攻到可能天母啊、新北投啊，就山骹迄位所在。啊，耶路撒冷城呢，就伫咧冷水坑迄个所在，在高的地方，它的地势就是易守难攻嘛，易守难攻。所以呢，当亚述的军队面对耶路撒冷城这种易守难攻的地理的位置，亚述就拍算透过新战喊话，予犹大主动来投降。亚述的新战喊话，其中一个就是要用信用，他们要用信仰成为压垮犹大的最后一根稻草。伫头前，咱今仔日所看的经文是37章，伫头前36章，亚述的将军就真靠势，伊就讲：犹大啊，恁看啦！恁看你有看到咱亚述的军队无？咱对内面内陆遐一路安尼拍过来，有啥物人有法度有才调甲阮挡掉的？无有一个国家，无有一个国家的生命会当保守因平安，因拢互阮拍输，拍甲稀咧咧，一个拢无，拢是输，拢无一个赢的。啊！恁的君王希西家恁的君王希西家甲恁讲，恁的神、恁的上帝会甲恁救莫讲啊啦，莫讲耍笑啊，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事实证明，无一个国家的生命军队会当拍赢阮亚述。亚述的将军就遮尔靠势，安尼在话，咱的上帝真正会救咱脱离死亡吗？咱的上帝真正会医治咱一切的病痛吗？咱的上帝真正会救咱脱离遐一直想要脱离却无法度脱离的遐个人吗？当咱定定互生活中间的问题缀甲喘袂过，逐工咧面对咱的主管，或者是客户、同事。他们阴晴不定的像这样子的情绪，逐工面对咱住伫同一个所在厝里的人，面对同住家人那个每天从来不停止的唠叨碎念，或者是冷漠。当我们面对医生一直在去看医生，摕药啊食无效的时阵，上帝敢真正是
咱的拯救，啊是会哭装，啊，这个无效，紧换一个，啊，这个工作，迄个主管想过啰嗦，我换一间，换别间公司，啊是伫厝呢吼，踮伫厝的吼，一直吼爸母安尼念甲有够烦的啦，我搬出去离家出走，等等。越是在这种时刻哦，魔鬼撒旦就亲像是捡到庆忌安尼，他们就好像捡到枪，就跟他捡到枪嘞，就开始对我们心战喊话，不断在攻击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一直甲阮讲啥？魔鬼撒旦，特别是伫这种时刻，特别讲啥啊？恁遮的上帝囝是吼，恁看啦，恁敢有法度脱离死亡的关系？你敢袂当脱离免受病痛的拖磨？上帝敢会救恁脱离遮的恶性肿瘤、罕见疾病、遗传疾病等等的危险吗？上帝敢会救恁脱离伫这种充满毒素跟污染的环境吗？无嘛，你看嘛，恁游玩破鼻甲安尼嘛，那污染还是这么严重嘛？你完全无法度脱离这种的威胁，你拢互上帝欺骗啊，也互牧师欺骗。小想一下哦，顶个月月底，咱为着司机接受的妈妈刘慧英长老娘，咱伫第二殡仪馆。在做火化告别礼拜，告别礼拜结束了后，咱通常拢会含遗族做伙将遗体刷到火葬场。火葬场有一个含咱礼拜堂差不多大细，迄个有一个场地，是要互所有的宗教信仰的人，伫迄个所在进行一寡仪式的所在。当咱甲正遗族目送慧英长老娘的遗体进入火化的时阵了后，咱就转来到伫迄个场地，要来进行火化礼拜。当时规个会场，我想圣歌队有的队员有去，啊，咱也有一寡兄弟也有伫在场。当时的火葬场的迄个做礼仪的所在。足侪做诶，拢在做因仪教诶，就是民间宗教信仰的那个一些法事啦，哈，他们在进行他们的法会。规个会场就铿铿锵锵啊，足侪迄落念经诶声音啊，铿铿锵，当当当啊，就足侪哦，迄个响彻天边呐，吼，就差诶就对啊啦。阮的位置是安排伫倒位？阮的位置是安排咧上瓦窗啊上边仔的迄个所在，上瓦窗啊上边仔的所在，拄好伫阮边仔的一组遗族，他们正在做法事，他们也是遗族很多，他们正在做法事。那我们的位置假设好在这一边，他们就在这一边，那我们要从那边走到行到阮的位置的时阵，就一定要正过因嘛，好，我们一定要穿过他们。穿过这组遗族，然后我们才能站到我们的位置。好，咱真无简单，阮就安尼一个安尼转过，到阮的位的时阵呢，因为阮的人嘛袂少，所以呢，阮的位呢，咱的位嘛，安尼已经停好足满，停满。阮的人一定啊，因边仔就翘在身躯边仔吼，一边仔一组安尼遗族。我就开始，牧师就开始带大家做火化礼拜。啊，因讲去锵，叮叮当当，开始唱诗歌，唱圣诗，吼，我就开始唱圣诗的相思呢。迄组徛伫阮边仔的迄组，伊若愈来愈大声，有发现伊也愈来愈大声，吼，锵啊愈来愈大声，啊愈来愈大声，咱要安怎？哈，比因较大声，唱较大声诶，吼。伫即个时阵哦，其实吼，要比啥物人较大声已经无效啊啦。因为咱
大声，伊嘛继续搁大声，是咧车拼吗？吼，亲像伫即种时刻所比的，就是爱对上帝，爱注心的上帝。这个时候要比的就是专注力啊，我们的专注。迄当初咱就亲像迄群受亚述军队包围的犹大百姓，完全受包围，而且佫陷落翕伫一个边角的所在。咱佫倒转来到伫以赛亚书，当亚述的使者徛伫耶路撒冷城的顶面，大放厥词，讲我们要来甲恁拍破，要来动摇犹大百姓对上帝信心的时阵，犹大百姓要安怎来反应？还咪呛声吗？因为一个将军而已嘛，他算是一个我们讲说协商的一个大使好了。好，一来到耶路撒冷城墙的顶面，照讲耶路撒冷的百姓人较多啊。哦，你这个将军安尼甲阮呛声，我嘛甲你呛倒转去，看比啥物人较大声，比啥物人较输人有输阵嘛？输阵安怎？歹看面嘛，当然嘛爱呛倒转去。犹大百姓照以赛亚书36章21节遐讲，因拢静静，无讲半句话，因为希西家王捌甲因吩咐，无论恁听到啥物，恁拄到啥物代志，拢毋通应，拢毋通应。亲像希西家王伊的祈祷讲，今仔日是患难的日，是受责罚忍辱的日子。就伫迄当阵，犹大所派甲亚述协调的使者，也是静静，无讲半句话。规个现场虽然是充满危机、充满凌辱甲啼笑，总是全耶路撒冷城的百姓，伫这个时阵，全耶路撒冷的百姓在这个时候却凝聚了一股对上帝专注、坚定的信心。因坚定无动摇的信心，就展现伫因的顺服，因为因有确信，并且认定，独独只有上帝是因的拯救，只有主耶和华是因的照伴，是因的保障。上帝果然施行拯救，无偌久的时间，这位亚述的将军因为家己国家内部的问题，因为他们军队一路这样子打过来，其实到了这边，有时候军力的调度啊，讲调度的问题，因就雄撤兵啊，他们就突然就撤兵了，就撤走了。耶路撒冷的危机连绵就消息，不过有一就有二，有第一摆就有第二摆。等亚述因调整好他们各路的兵马的时候呢，因的王搁一摆。差派使者送批给希西家王，爱希西家王主动投降。希西家王接到这张批，拍开来看，这张批充满对上帝的亵渎。讲这张批顶面讲安怎？伊讲你所挖苦的上帝是一个骗生啊！伊搁较厉害哦，也拍袂赢咱亚述的军队。搁较免讲。会当救恁脱离我的手，所以当希西家王接到这张批的时阵，伊悠然静静，连绵就上圣殿，耶和华上帝祈祷。伊所祈祷的就是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搁来看一摆这段经文。咱看周报后壁面，咱对16节开始看。咱对16节看到20节，若是会当做伙和牧师来读一摆。请坐伫基路宾的中间，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独独你做天下万国的上帝，你捌创造天地，耶和华叫你按耳孔来听，耶和华叫你开目睭来看，就听西那记录一切话。是找使者来武万应我上帝，耶和华
亚述才会王果然互列国甲伊的地变做趴园，也将因的上帝ฮ็伫遐年，因为因毋是上帝，是人的手所做的，是柴的、石的，因就走灭因。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但求你救阮脱离伊的手，互天下万国拢知，独独你是耶和华。咱看19-10有说明，遐个亚述一路拍来，遐个国家、遐个生命是安怎无法度将亚述挡掉的？就是因为因是偶像，是人的手所做的，是柴的，是石头的，当然无法度实行拯救啊！原本就无法度实行拯救嘛。总是咱的上帝却毋是安尼。对希西家的基督通看到伊坚定的信仰告别。16节伊讲，坐伫基路宾的中间，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独独你做天下万国的上帝。咱会知影希西家王迄当阵的即种的信仰告别真无简单的。亲像我进前在拜拜的时阵，无错进前在拜拜的时阵，我嘛袂讲土地公你是全世界的土地公，所有的我拜土地公嘛，迄当阵拜土地公，拜一寡妈祖啊，啥物货，我也袂讲妈祖你是全世界的妈祖，全世界拢你创造无呢，完全无可能的代志，连想都袂去想，啊民间宗教也袂安尼教啦。拜妈祖遐个人嘛袂安尼教讲，阮的妈祖是全世界的妈祖，是创造天地的，是会当拯救全世界的人，无啦，无安尼的啦。所以咱知影讲，希西家王伊做即种的信仰告别，伊讲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独独你是做天下万国的上帝。20节佫讲，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但求你救阮脱离伊的手，就脱离亚述的手。互天下万国拢知，独独你是耶和华。独独只有主是咱的拯救，只有主是会当替咱来伸冤，只有主会当救咱脱离充满欺骗甲暴力的生活。无论咱是徛伫悬山，还是陷落伫深渊，只要咱凡伫凡事的顶面认定伊，只要咱会当耐心听候，就一定会看到伊伫咱的身上所施行的拯救。头前讲到咱伫回应长老娘伊的火化礼拜迄个现场，咱真正是受到异端异教的迄个仪式，规个拢包围掉的，翕伫迄个饼角。开始做礼拜嘛，摕天书单，咱拢有天书单。诚做牧师，一定爱3不5时爱小抬头看一下，吼。伫吟圣诗的时阵，爱也小看者，看会上有啥物需要，有啥物无属实的所在，吼，迄才是有啥物状况安尼。逐摆吼，咱咧吟圣诗的过程的中间，咱咧吟，牧师若是安尼有抬头安尼看一下的时阵，我看到咱的会众，看到咱的兄弟，看到咱的圣歌队员，都很专心的。很专注的在吟圣诗，因足专心投入对上帝敬拜，对个人的孝念，大家拢足专心、足认真的吟圣诗歌。伫迄个吵闹会，咱在吟的时候，我们知道音乐都有一个节奏，都有一个 tempo， 好，不管是4拍的、3拍的，哒哒哒哒哒哒。可是当我们在哒哒哒哒哒哒旁边会呛、会空、会怎样，就是。那个真的，你没有绝对的专注，会被影响，会心会乱去。牧师实在足感动的，看到大家拢遮尔啊认真唱圣诗歌，完全无人受到影响。大家心内安怎想，我毋知影啦。总是牧师看大家拢足认真的，足认真在吟的。然后咧，唱到就要结束的时阵，就是迄条圣诗歌，阮就是开始嘛是吟圣诗嘛，圣诗吟了，然后就是读经文，讲一寡信息安尼。迄首圣诗
要金到要结束的时阵呢，牧师就因为已经要阿门啦，阿门，我就要摇头起来。我摇头起来一看，看到一个，看到一个景象。这个我要用华语来讲得比较顺。我们本来站在这边，一群人站在这边，吼，这条，迄组另外迄组的位座徛伫遮嘛。牧师就目睭紧紧看到迄组的位座吼，敢若是上帝的手摕一支手，好像是上帝拿了一个很长的尺，就把他们这样整个撸过去，哎，他们就很整齐，本来是贴着我们站的，他们就很整齐，就整个这样往这边跨一步，很整齐哦，无绕高的哦，非常整齐，这样子撸过去。我就安尼目睭紧紧安尼看伊，安尼规组安尼撸过。伫我迄当阵，我所想到的是啥物？我所想到的迄个画面，我想到互上帝、互摩西分开的迄个红海啊。当迄种受对敌包围、无路通行迄种困境，上帝互摩西一举，迄个红海就分开。上帝就遮尔奇妙，将咱伫迄个真乱糟糟、混乱的迄个场面，安尼分别出来。也就伫迄当阵，圣神感动牧师，我就想到约书亚的话，我就将原本已经准备好的信息放一边，我就用手甲因比，我就比讲，兄弟姊妹，恁看伫即个现场，因遐的人、遐的贵族，因选择因家己的生命，因选择因的道路，总是轮到我甲我的家，轮到我甲我的家，咱决断要来服侍耶和华，咱要做即种的选择。所以无论别人所选择的是啥物，咱就是爱定着选择来行耶和华上帝的路，因为即条路的终点。最后迄站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上帝的城。咱伫迄个现场，老会因长老娘已经到伫上帝的城，啊，阮即阵爱活地的人咧，要活地的人咧，咱嘛着继续拍拼，来定着专心注意地主的脚步。总有一天，咱也有缘会当亲像会因长老娘安尼，进入到伫上帝的城。伫还未到伫终点的以前，咱有可能有缘无法度避免遐个患难、受责罚、受凌辱的日子。总是只要咱认定主耶稣，认定伊是独独是咱的拯救，就算讲是陷落伫百般的试炼的中间，咱也有大喜乐，因为咱有主甲咱同在，咱伫伊的内面。伊也伫咱的内面，咱的确会下面来执定军，顶面来结果子。伫即种患难、受责罚、受凌辱的日子，当迄世间王坚定信心，上帝祈求，安静听候上帝拯救的时，就伫上帝所定着的日，伫上帝实行拯救的某一个暗暝，也就是咱今仔日的经文。咱若是讲为后壁去看到37章的36节，遐有记载。当希西家王遮尔带所有的百姓坚定信心，安静听候耶和华拯救的时阵，37章36节遮有讲，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伫亚述的营中拍死185000人，就一个晚上哦。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暗时困去，人搁才真多。总是到伫天光早起来的时，185000人已经互上帝所派出的使者拍死。结果遐营中拢是死的星星，亚述王就连面离开倒去，转去到伊原本的所在。上帝的拯救是这么彻底，早伫地、现今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上帝，伊伫过去是如何拯救犹大，现在也的确会照安尼来拯救咱。只要咱伫凡事顶面认定伊，
安静听候伊，信靠顺服，阮就已经会当得到救。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赐阮一个通倚靠你的信心，赐阮信心，互阮通明白你的真理，认捌你的道路。当你号召阮来缀你行天路，有时阮会碰到撒旦的攻击，有时也会因为家己的自尊受到你的责罚，甚至是会因为骄傲就懒散称主耶和华你的名。主啊，伫大空的祭期，伫听候主基督搁再来的时阵，主求你赦免阮，扶持帮助阮。互阮无论是现在是啥物境况，拢会当认定你，主成伫你，深知独只有你是阮的拯救，是阮随时的帮衬。阮的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来用信息回应主的教示，信息第296首，296首。耶稣召我来行天路。296首，请咱起立来吟。耶稣召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求主耶稣是个保护。我会求主基督耶稣，全力的就是个保护。我爱真心做你的心，你就是阮亲像保护。无论拄着烦恼艰苦，还是在行悲惨路途，无论海里还是山顶，都是人为主的保护。我会求主基督耶稣，全力的就是个保护。我爱真心做你的心，你就是阮亲像保护。我若亲像去做耶稣，我行天路就到祝福。世间福祸拢无定，有主存成就传我保护。我会求主基督耶稣，全力的就是个保护。我爱真心做你的心，你就是阮亲像保护。但求主上照顾，就是信心扶持帮助，到每个也是习惯生，奇迹是因主保护。我会求主基督耶稣，全力的就是个保护。我爱真心做你的心，你就是阮亲像保护。请坐，请施献者来进行奉献。
咱起立来迎奉献诗歌。请坐。咱来看周报，要公布的事项，咱记载伫周报顶。咱独独只有主要花是咱经过的石盘，是咱道险的所在，是咱的拯救。咱要专心注目伫伊，祈祷。咱也为咱的亲爱基体。金主、王兰、甘基、德明、邱敏、宝玉、丽水、玉梅、杜昭、秀荣、盛雄、毅力、以诺、英哲、赵正、辅元、淑珍、惠中、碧莲、美金、念之、海华、静茹、怡君、雅娜、世敏。咱也为以巴战火。难民安置、人道救援，为1月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让所有台湾的公民都能够学习公益。咱也为现代这期各项事工的准备，虽然真无用，咱依然有主的喜乐，甲平安相随。请咱出声来为这个事项献上咱的祈祷。怜悯佮公义的主啊，感谢主，互阮经验耶稣基督为着阮牺牲家己的痛痛，恳求耶稣基督的痛，显明伫每一人的心中，互阮的一生会当行伫信仰的道路，拢袂偏移。也求你，互阮会当学习耶稣基督的痛，成做一粒落你土里的麦仔一样。阮若要为家己、甲教会祈祷，求你，互阮的教会会当成做社区中需要的人的帮站。阮要用主所教示的主祷文三十基督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老赦免辜阮的人，目的传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报告，咱本周的聚会活动，他担当职务者，请咱大家注意看，啊，事先来做准备。咱大多的事项，咱登去了，
伫厝，甲阮继续关心，逐工为遮需要大岛的事项，继续献上咱的关心。即马团契活动，我来报告。本主日是大港第一主日，是由上年团契代表点燃第一根象征期待、希望的蜡烛。咱是属上帝圣嘅子民，咱就谨请、静候基督国再来。后来2024年第一季1月到3月团契活动复赛班表。排班的表格，请咱各团契会长伫12月24日以前交干事会诊，咱要印咱的迄个1到3月的季表。圣诞节期系列活动，我伫遮先预告，咱12月17礼拜，咱下午4点到5点半，咱有社区的报佳音，咱要为这大同区，咱遮诶。银发族遮的家庭，咱要走访咱邀请咱会友共襄盛举信歌队的队员，咱请会记你报名因为咱要互宣导部要准备咱知影人数来预备。后来是上午12月24礼拜，12月24礼拜，咱。早起9点半有圣诞赞美礼拜，迄天是荷塘礼拜。咱若要举行咱最后一届，今年最后一届新礼典第6次的圣礼典，要伫咧即天要洗礼，请牧师报名。下午2点半圣诞舞会，这是各团契甲社区要联合来迎接即个圣诞。请咱会当邀请咱的亲情好友，做伙来参加。后来暗时5点半，咱有圣诞晚宴，甲毛菜伫马来亚餐厅，咱也欢迎咱做伙大的厝内面人，等咱的亲情好友，会当共同来参与。咱是采登记报名，额满截止，咱的倒声。就是安尼，迄所在又是安尼大，所以请咱提早会当先登记。咱登记了后，干事顺便缴费占位的是每一人300，无占位的是还在读国小，上位读没有占位就不用嘛，是不是？不是，不用。如果读国小，每一人150元，铺又免啦，铺又无一位又免那即日起，咱欢迎咱的兄弟提供全新的摸彩礼品也是礼金当交咱的关怀部咱的赞美长老还有咱的干事咱会当来首先来包装来编号也是有需要阮帮你无方便，你需要。阮帮你带路，请莫客气后来2024年度爱餐热线，一个单位3000块，请咱零现的即个款项，咱交干事咱要2码年要入客就入账。团契消息，12月8号拜五上午9点半，上年团契要参加北中上年部第37届会员大会。伫万家教会，放迄个免息，请咱家己来看，后毋对的，向会计出来来跟进。牧师有补充无？好来，咱起立来吟信息507首，信息507首。在
去都会稳定，天父上帝听从信心的扶持甲帮赞，互恁甲恁的家世世代代决意服侍耶和华，对这事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密岛闭会，这个楼骹有爱餐，请咱第三间坐倒交易。